早晨6点半，台北的传统市场刚开始热闹起来。李阿姨65岁，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准备去买菜。就在她要走下市场入口的阶梯时，脚趾没有抬起来，整个人差点向前扑倒。幸好她及时抓住了扶手，但是那一瞬间，她的心脏旁幅停止了跳动。李阿姨后来告诉我，林医师，那时候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如果我真的摔下去，可能要在医院躺好几个月，女儿要请假照顾我，孙子也没人接送上学。我是林医师，在台湾行医超过30年。李阿姨的担心不是多虑，而是非常真实的风险。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一次看似简单的跌倒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，可能导致髋骨、骨折、脊椎受伤，甚至需要长期卧床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这不只影响病人本身，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因此改变。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这不是只有李阿姨一个人的问题。在台湾，有数百万名和您一样的长者都在面对同样的挑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问题是可以预防的，而且方法非常简单。请告诉我您是从哪里收看的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留言区留言并提出任何您可能有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区打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今天我不会用复杂的医学术语吓唬您，相反地，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您3个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运动，让您重新找回走路的信心，不再担心跌倒。这些方法已经帮助了上百位我的病人，现在我想把它们分享给您。让我先问您一个问题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路容易绊倒？是大腿肌肉没力气吗？还是膝盖退化了？答案可能会让您很惊讶，真正的原因是一块位于小腿前面叫做胫前肌的肌肉变弱了。这块肌肉的工作非常重要，它负责在您每一步走路的时候把脚趾抬起来，避免脚趾扫到地面。让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。新竹的黄爷爷66岁，退休前是工程师，身体一直保持得很好。但是最近1年，他发现自己走路的时候经常踢到地毯的边缘，或者绊到家里的门槛。他以为是自己不小心，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的胫前肌太弱了。我经常用这个比喻来解释。想象一下台北的公车，如果刹车系统坏了会怎么样？司机再怎么小心驾驶都可能发生危险，对不对？胫前肌就是您走路时的安全。刹车系统，当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，您的脚趾就抬不起来，很容易被小小的障碍物绊倒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块肌肉的存在。我们平常运动的时候，会去健身房练大腿、练手臂，或者去公园快走训练心肺功能。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要训练胫前肌。就像一支球队，如果只有前锋和中场很强，但是后卫很弱，整个队伍还是无法赢球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长者容易跌倒的真正原因。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就一定会这样，而是因为这块关键的肌肉被我们遗忘了，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和照顾。好消息是，这块肌肉非常聪明，只要您用对的方法唤醒它，它会很快回应您。接下来我要教您3个专门针对胫前肌的运动。让我先和您分享台中陈爷爷的故事。陈爷爷70岁，他最喜欢去龙山寺拜拜，但是庙里有很多阶梯，每次上下楼梯他都非常紧张，因为他的脚趾总是踢到阶梯的边缘，好几次差点摔倒。他的儿子很担心，带他来我的诊所。我教了陈爷爷今天要分享的第1个运动。
3个星期后，陈爷爷兴奋地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可以很放心地在龙山寺上下楼梯了，脚只会自己抬起来，不会再踢到阶梯。这个运动叫做坐姿抬脚趾，是最适合初学者的训练方式。现在，请您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跟着我一起做。首先，坐在椅子上，让您的背部保持挺直，不要靠在椅背上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脚掌完全贴地。这个起始姿势很重要，因为正确的姿势可以确保您的安全，同时让胫前肌得到最好的训练效果。接下来，保持脚跟稳稳地贴在地面上，这一点很关键。然后慢慢地把脚趾和整个脚背向上抬起，就像您要用脚趾去碰触您的小腿一样，尽量抬到最高的位置。这时候，您会感觉到小腿前面有一种紧紧的拉扯的感觉，这就代表您的胫前肌正在工作。当您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请停留2秒钟，数1、2，这2秒钟非常重要，它让您的肌肉记住这个动作，就像教一个孩子写字，要让他记住每一笔的位置和力道，然后慢慢的有控制的把脚放下来，不要让脚突然掉下去，而是要像羽毛飘落一样轻柔。这个控制下降的过程，对于肌肉的训练效果，甚至比抬起来更重要，因为它训练了肌肉的稳定性和协调性。每天做10到15次就够了。请记住，运动的品质永远比数量更重要，就像煮一碗好汤，火候比时间更关键。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，这个运动就像在唤醒一个睡了很久的老朋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您的胫前肌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，甚至会有点酸痛，但是请不要担心，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。这代表您的神经系统正在重新建立和肌肉的连接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它开始唤醒您那块被遗忘太久的肌肉，让它记起自己的工作。现在让我和您分享高雄王阿姨的经验。王阿姨68岁，她每天都要搭公车去市场买菜，但是她最害怕的就是下公车的那一刻，因为公车的阶梯很高，他的脚趾总是抬不起来，经常踢到阶梯。有好几次，他差点就在公车上摔倒，吓得他都不敢自己出门了。我教了王阿姨今天要分享的第2个运动。3个星期后，王阿姨笑着告诉我，林医师，现在我下公车的时候很有信心，脚趾会自动抬高，我不会再害怕了。这个运动叫做用脚跟走路。它可以在您日常生活中训练胫前肌，同时改善您走路的习惯和模式。首先，请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练习。我建议在家里的走廊或者客厅里有足够空间的地方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您可以用一只手轻轻地扶着墙壁，或者扶着厨房的流理台。记住，扶住不是用力抓住，只是轻轻地碰触，让自己有安全感就好。准备动作是这样的：站直您的身体，然后把脚趾尽量往上抬，只用脚跟着地。一开始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姿势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走路。但是请记住，这正是我们要训练的重点。我们要教会您的身体正确的抬起脚趾。开始走路的时候，请记住这几个要点。第一，步伐要很小，就像小企鹅走路一样，一小步一小步的走。第二，每一步都要确保脚趾抬得很高，只有脚跟住地。第三，走路的速度要慢，不要急，您会感觉到小腿前面的肌肉在用力，这就对了。这正是我们要训练的胫前肌。每次走5到10步就够了，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再走第2趟，一天做2到3趟就很好了。千万不要急着走很远的距离，因为品质永远比数量更重要。有些病人问我，林医师，这样走路看起来很奇怪，如果被邻居看到，会不会很尴尬？我都这样回答他们，在家里练习就好，不需要在外面做。
而且当您的胫前肌变强壮以后，您平常走路会更稳定、更有自信。那时候邻居看到的是一个走路很有精神、很有活力的您。这个运动最神奇的地方是，它不只训练肌肉的力量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训练您的神经系统和大脑。现在，让我和您分享台南吴爷爷的故事。吴爷爷72岁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从客厅走回卧室的时候，因为光线比较暗，脚趾没有抬起来，被地板上的电线绊倒，整个人摔在地上。幸好没有骨折，但是这次经验让吴爷爷非常害怕，他开始不敢在晚上自己走动，总是要叫太太陪着他。我教了吴爷爷今天要分享的第3个运动，经过1个月的练习，吴爷爷现在晚上可以很放心的自己走动，他的太太也不用那么担心了。这个运动叫做站姿抬脚趾，它是最全面的胫前肌训练，不只增加肌肉的力量，还能改善您的平衡能力和身体的稳定性。首先，请您找一面稳固的墙壁或者一张坚固的桌子，用一只手轻轻地扶住。记住，不要太用力，只要能帮助您保持平衡就好。您甚至可以只用手指轻轻碰触墙壁或桌面，这样就够了。站直您的身体，双脚与肩膀同宽。这个站姿很重要，因为它让您的重心最稳定，同时可以让2条腿都得到均匀的训练，确保您的背部是直的，不要弯腰驼背。现在保持脚跟稳稳地贴在地面上，然后慢慢地把2只脚的脚趾和脚背同时向上抬起，想象您要用脚趾去踢天花板，尽量抬到最高。这时候您会感觉到2条小腿前面都有紧紧的感觉，这代表2边的胫前肌都在工作。在最高点停留1到2秒钟，然后慢慢的有控制地放下来。这个控制下降的过程非常重要，它不只训练肌肉的力量，更训练肌肉的协调性和您身体的平衡能力。刚开始的时候做8到10次就够了，随着您的肌肉慢慢变强，可以增加到12次或15次。但是请记住，永远不要勉强自己。如果感觉累了，或者开始失去平衡，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这个运动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结合了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。当您抬起脚趾的时候，您的胫前肌在努力工作，同时因为您只用脚跟站立，您的身体也在学习如何在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平衡。我经常告诉病人，这个运动就像为您的老年生活买一份保险。强壮的胫前肌不只让您走路更稳，还能让您走得更久、更远，不容易感到疲累。当您的肌肉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时，它们就能在您需要的时候保护您，这就是您对抗跌倒最好的保险。现在让我告诉您一个可能会改变您想法的真相：跌倒并不是因为您老了，而是因为您的胫前肌被遗忘了。很多人以为60岁以后容易跌倒是正常的，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。但是根据我30年的行医经验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您，这不是真的。跌倒不是老化必然的结果，而是可以预防和改善的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每天走路、跑步、爬楼梯、运动，胫前肌自然地会得到训练和使用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生活形态慢慢改变了，我们坐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走路越来越少，运动的机会也减少了。这块胫前肌就像一台很久没有发动的机器，不是坏掉了，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，等待被重新启动。当您开始做这3个运动的时候，一件神奇的事情会发生，您的大脑会重新建立和这块肌肉的神经连结，就像重新接通一条很久没有使用的电话线。一旦这个连接重新建立，这块肌肉就会记起它的工作，开始保护您的每一步。更令我感动的是，每次看到病人重新找回走路的信心，我都会想起一件事：您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，
而变得虚弱，也不是因为笨拙才会跌倒。您只是需要重新唤醒身体原本就有的智慧，重新建立肌肉的记忆。这就像重新学骑脚踏车一样，也许您已经很多年没有骑了，但是一旦重新开始，身体很快就会记起那种平衡的感觉。进前肌也是一样，只要您用对方法训练，它会很快回应您。任何人都可以重新找回平衡和稳定，只要愿意开始，愿意坚持。年龄从来不是障碍，被遗忘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但是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您一件事，如果您练习的不规律，这块肌肉又会重新进入休眠状态，跌倒的危险会再次回来。这就像学习语言一样，如果您学了一段时间的英文，但是之后都不使用，很快就会忘记，对不对？肌肉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需要持续的提醒和训练，才能保持强壮和活跃。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一个星期练习一次很长的时间，而是每天练习5分钟，就像照顾植物一样，每天浇一点水，比一个星期浇一次大量的水更有效果。肌肉喜欢规律的刺激，而不是偶尔的激烈运动。我建议您把这3个运动融入您的日常生活中，让它们成为您生活的一部分。比如说，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，您可以扶着洗手台做站姿抬脚趾；看电视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做坐姿抬脚趾；等电锅煮饭的时候，在厨房练习用脚跟走路；等公车的时候，也可以悄悄地做坐姿抬脚趾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您不需要特别安排时间运动，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。第二，因为随时都在做，您更容易养成习惯。第三，这些小小的练习加起来，效果非常惊人。很多病人问我，林医师要练多久才会看到效果？根据我的观察，大部分的人在2到3个星期就会感觉到明显的改善，走路比较稳定，比较有信心。但是要真正建立强壮的肌肉记忆，让这个改变成为永久的，我建议您至少持续练习3个月。记住，成功的秘绝不是练习的强度有多大，而是能不能坚持下去。每天5分钟的小小努力，会为您带来巨大的改变。我想告诉您一件最重要的事，您并不无助，您并不孤单。您完全有能力重新稳定地走路，牵住孙子的手，去公园散步，和老朋友一起去庙里拜拜，而不用再担心跌倒的恐惧。在我30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害怕跌倒而不敢自己出门，不敢和朋友见面，甚至连在家里走动都要小心翼翼。这种生活品质的下降，不只影响了他们自己，也影响了整个家庭。子女要请假，照顾孙子没人接送，全家人都跟着担心。但是我也看过更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我看过70岁的阿公，透过这3个简单的运动，重新找回了爬山的能力。我看过65岁的阿姨，因为走路变稳了，重新开始跳她最爱的土风舞。我看过80岁的老先生，现在每天早上可以自己走去公园运动，不用再麻烦儿子开车接送。您的身体比您想象的更有潜力，您的肌肉比您想象的更愿意为您工作，他们只是需要您的一点点关注，一点点耐心和每天5分钟的时间。今天开始，就从第一个运动开始，坐在椅子上，慢慢抬起您的脚趾，告诉您的胫前肌，我们要重新开始了，我要照顾你，让你变强壮。如果您决定要开始这个改变，如果您想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唤醒强壮台湾，让我知道您的决心，我会在评论区回复您，给您更多的鼓励和支持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因为下个星期我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
这种常见的鞋子正在让您的胫前肌变弱。很多人每天穿的鞋子，其实正在默默地破坏您的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。您的健康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中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更稳定、更有信心的步伐而努力。记住，您不孤单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会一起变得更强壮。